这个送给你。过些天是你生日了，我害怕我赶不回来，提前送给你。你知道我从来不过生日的。你不过生日又不买蛋糕，生日礼物总是有的吧？拿着。谢谢旭哥。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你不跟我道个别啊？一路平安。江小宁啊！老板，你什么时候下来的？啊，我刚刚下来的，正好看到你在这儿。怎么还不走啊？再不走就误机了。误机了？啊。哦，旭哥，我先走了，谢谢你。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我的机械心脏识别卡。好。谢谢。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江小宁啊。嗯。行李箱。哦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出差？你觉得为什么？我希望是喜欢我啊。可是，可能我是全公司最没用的，别人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忙吧。江小宁啊，你最近这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啊？我印象里的江小宁一直都很乐观，从来都不会自卑，更不会在老板面前说这些挖苦的话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是我口无遮拦，是我妄自菲薄，是我异想天开，是我不务正业。我这一次是带你去见我的一位老师，他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你不是说你想学建筑设计吗？希望这次见面能对你有所帮助。老板，我一直觉得你很有潜力，所以我愿意帮你，别让我失望。好的，老板。王老师是中式园林设计界的大师，我们之前呢是在同一个项目里认识的，综合发现有很多方面非常的契合，所以就成为了师生。但在我看来，我们之间更像是忘年交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都是老板的回忆喽？对。我好像也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好像真的来过这儿。